放棄香港7萬月薪，跑嚟高雄做月光族，我到底諗緊啲咩啊？2年前嘅今日，我帶住幾個行李箱嚟到高雄，當時完全唔知呢個城市會點樣靜靜地改變我。第一年，我俾自己任性，吃喝玩樂，考車、電單車、航拍、整蠟燭、擺市集，冇嗰樣整嗰樣。嗰陣時第一次覺得冇目標都唔緊要，照樣可以過得好精彩。第二年決心我要認真工作。但作為香港人喺台灣揾工要工作證超難超麻煩，我俾自己10次機會，終於加入咗酒窩果汁，做返熟悉嘅剪片拍片。入咗公司之後先發現，台灣職場真係好友善，鼓勵文化非常好，同埋返工真係好鍾意飲手搖。我由俾人照顧變成開始照顧人，公司嘅願景讓用心的人改變命運，我相信我可以做到啊！好多人問我唔掛住香港份人工咩？其實我更加鍾意嘅係呢度嘅節奏、人情味、假日嘅市集、音樂祭同陽光一齊生活。喺台灣，我學識咗咩叫生活，唔係淨係為咗生存。想了解更多我喺台灣嘅生活，留言支持我啊！